我是安慕測嘅朋友，你記好兩味草本補水啊，幫你通便通腸、通全身啊。我是慕測嘅人呢，佢身體狀態同埋健康都會受到好大影響噶。再於講，想壽命長就要大便通暢，想大便通暢呢就要腸道夠力，人體嘅排毒功能先至正常噶。咁依家好多人呢，佢周身各樣小毛病，喺背後都有便秘喺度搞鬼，一搞鬼呢，腸道就唔夠力啦。而我哋身體每日都會不停產生垃圾，而排垃圾嘅主要通道就係腸道。腸道唔夠力嘅話，大便排唔出去，毒素垃圾一直堆積身體入邊，時間一長呢，各種各樣毛病就揾上門噶啦。你想身體健健康康，就一定要大便通暢；想大便通暢，就一定要識得呢個方法。今日我教大家點用呢個方法啦。好多用過嘅人呢，都講食咗之後排得好順暢嘅，成個人都通透晒啊！咁呢個好嘢呢，屋企老人家同細路哥通通都用得，但係99%人都唔知啊。你屙時屙冇出呢，根本冇需要亂食藥。畢竟是藥三分毒，亦都冇使啊！亂食香蕉、火龍果、食巴豆或者用開塞露，呢啲通通都係治標不治本嘅方法，治得了一時係治唔到一世噶。正所謂方法冇啱，再努力都白費啦。我教你呢個方法呢，佢簡單又實用，無論係咩原因屙冇出嘅情況係2年、5年甚至10年、8年噶，都可以用佢啊。醫院同埋藥店呢，係唔會主動推薦呢個好嘢俾你，因為利潤實在太低啦。但係好多醫生護士佢哋自己就會偷偷咁用。好多人都冇了解屙冇出事嘅原因，有人認為係飲水少啦，有人認為係食到熱氣嘢啦，咁有人認為係你坐嘅時間太耐冇運動。今日呢，我哋話俾你哋知，便秘嘅根源啊，其實係你自己一拖再拖，冇及時注意身體發出嘅信號攞出嚟噶。如果你平時身體有呢啲信號，一定要重視，及時去處理。比如話成日肚脹氣嘅，屙屁又多又臭，屙屎硬刮刮，3、5日甚至4日8日先屙一次屎，面上開始出現斑斑點點。有呢啲情況，一旦你開始拖嘅話，嗰啲毒素同埋垃圾就會堆積身體入邊，排唔出去，身體機能就會受到好大影響。等到問題變得嚴重嘅話，就後悔都冇用噶啦。咁呢個方法呢，已經幫好多人改善屙唔出屎嘅麻煩噶啦。好多人用咗之後呢，都翻嚟話好好使。佢哋之前試盡到偏方，又食咗好多小片片小丸，但係從來都冇諗過可以更簡單從根源上面改善呢個問題。咁如果你都解決唔到屙冇出事嘅困擾，就用你發財小手幫我點讚收藏啦，仲可以轉發俾你身邊一樣屙冇出事嘅朋友。呢個就係所有屙冇出事問題嘅克星火萬人通暢茶，佢入邊有多種天然草本，專門幫你清理腸道污糟邋遢嘢，疏通腸道。你唔使買多，買1包就夠噶啦，因為佢見效實在太快啦。你用之後，你仲唔係一日屙一次嘅話，可以退翻嚟，你冇任何損失噶。我點解咁硬氣咁承諾呢？係因為呢個產品佢有足夠實力。佢入邊全部都係獨立小包裝，科學配比，用料上乘，真材實料有保證。每日你就拎1包出嚟，滾水沖泡5分鐘就飲得噶啦。每晚臨瞓之前飲一杯，第二朝早你就會體驗到1、4、7嘅快感啦。有需要嘅朋友就點擊視頻左下個鏈接，帶翻去沖嚟飲。趁而家有優惠活動啊，帶翻幾包翻去啦，希望能夠幫到大家。